来讲高雄中坑病院有一个复健科的医师李彦珠，近来伊伫 Facebook 顶头打出一篇，常常听到复健的台语，反应真好。李医师用趣味的东人说明身体各部位的台湾话安怎样叫。伊讲较早伊台语嘛无练转，是因为常常甲阿公阿嬷看诊，台湾话说愈讲愈好势。伊嘛体会甲讲学母语确实真要紧。 骹盘翘起来，来出来。哦，所以哦，练到有够用的呢。伫病院巡房的时阵，甲患者检查讲话拢用台语，对语言语医生来讲无困难。最近，伊个兼做老师伫网络甲大家身体部位的骨头台语安怎讲，想袂到真侪人到起赞分享。我就是去网络吼顶面啊去找一个正确的台文，啊，就是讲有一个台文内底有音标，会当互知影大家正确的要安怎读这。 就是这篇福建台语的图文，因为当人的姿势真特别，嘛真趣味。即阵已经有千外人来分享，有人讲要摕来教囡仔。另外一篇教人扭腰、有小等等的福建方法，图嘛拢是伊家己画的。李彦珠爱伫面册分享福建的知识，其实10当前，伊当做医生的时阵，敢若会晓简单的台语。 后医生，你后壁会听袂？我后壁，后医生就转过讲后壁，我后壁无物件，吼，啊，就做伙笑边仔阿嬷就讲无啦，伊是问你脚只边仔腰会酸袂啦，骹底疼，啊，甲你讲骹后颠，迄就无共款的意思，吼，所以讲。 学台语吼嘛是爱用心啦。到底是倒位酸痛，有时差一个音就差真济。尤其福建科的病人，60岁以上拢是长辈，所以讲治疗师多数拢会晓讲台语。介亲切啦，嘿啊，而且有一寡迄个，但是有一寡外来语吼，医生会用伊的方式来甲阮解说啦。如果讲起我。 听无，较少咧讲，就是爱敢讲，嘿，你着讲唔对，人别人会甲你讲，甲你指导。即阵真侪少年的医生甲治疗师台语拢无好，李彦珠分享伊学台语的撇步，就是敢讲，病人、同事拢是伊的老师。记者陈家军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